好，现在开始进行防疫期间酒驾取缔工作的那个正确的酒测的流程。哦，首先我们手边有我们平常在使用的这个酒精检知器。那由于因为酒精检知器在每一台拦车的过程中都必须要使用，它的清洁方面有问题，会有困难。所以呢，目前警政署已经全面禁止在这段防疫期间使用这个酒精检知器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将示范酒测器如何使用哦。在使用酒测器之前，请先拿酒精将双手喷，确实的将双手做清洁。好，清洁完后，这里有警察局提供的防疫手套，那可以选择使用防疫手套戴上去。好，戴上防疫手套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的酒测器，这个是酒测器的主体哦。因为酒测器的主体是有可能受到感染的，所以在使用之前务必，请先拿棉布喷上酒精，对酒测器的外部做一个清洁，确实的清洁过。在我们擦拭的时候，务必要让受测者清楚的看到我们做的过程。好，做完之后，接下来要做酒测。开启酒测器之前，麻烦这个吹嘴打开。打开的时候，插上酒测器的这一头的打开一半，露出酒测器的部分，但是双手在拿的时候，请务必握着塑胶袋的位置，再将这个孔插进酒测器的孔密合。接下来，请受测者配合做酒测的时候，请那个受测者务必把口罩拿下，拿上这个塑胶套，请配合测试。好，测试完毕，有数值之后，该做的告知完。接下来要拿下酒测器的吹嘴时，请务必把这个塑胶套不要丢掉，将其套回去。套回去之后，拔出之后，请准备塑胶袋，这个东西请不要随便丢到路上，或者丢到垃圾桶，请丢到我们自备的袋子以后，吸回我们的办公处所，再行弃置。那酒测器使用完之后，务必再用棉布再做一次擦拭，彻底的清洁过。好，清洁完毕之后，将酒测器放回去酒测器的盒子内。好，这样就完成酒测的过程了。好，最后我们这边酒测的有2种的防护设备。我现在所佩戴的是这个所谓的防护那个防护面罩。那防护面罩它就是像这样子佩戴，帽子反戴之后可以直接佩戴上去。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防护护目镜，它是直接套在那个可以直接眼镜戴着直接套上去。那这2种都有足够的防备效果。好，以上是中立分局的演练。